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箴言第4章第1节到第9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长的祝福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成长，特别我们强调的是灵性上的成长。保罗曾经批评哥林多教会在属灵上面仍是在吃奶，不能把他们视为是属灵的人，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仍然是婴孩，不能以饭来喂养，因为他们的生命仍然没有成长，没有基督圣灵的生命，还不属于基督的样式。箴言第4章第1节到第9节，所罗门智慧之言这样的提醒：年轻人要听从父亲的训诲，你专心领受就会明白。我传授给你的教导都是好的，你都要记住。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，是我父母疼爱的独子，我父亲就教导我说，要记住我的话，不可忘掉。遵守我的训诫，你就有丰富的生命。要寻求智慧和见识，不可忘记或忽略我的话，不要离弃智慧，他就会护卫你。你喜爱他，他就会保守你。追求智慧是最切要的事，要用你所有的一切换取见识。喜爱智慧，智慧就会使你成功；珍惜智慧，智慧就会使你尊荣。智慧将是你头上光荣的皇冠。还是老话一句，要成长就要寻求上帝的智慧，在灵性上才能够有成长。要求成长并不是所罗门对他孩子的要求而已，也不仅仅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要求而已。我们看到了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的成长就是这样子的。在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2节记载到，耶稣的父母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。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们照例前往守节，节期完了，他们动身回家。孩童耶稣却逗留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亲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群当中。走了1天的路程，才开始在亲友当中寻找他。他们找不到他，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3天以后，他们才在圣殿里找到他。他正在坐在犹太教师的中间，边听边问。所有听见他的人都惊奇他的聪明和对答。他的父母看见他，觉得很惊讶。他的母亲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？你父亲和我都非常的焦急，到处找你呢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为什么找我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？”可是他们都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和他们回家拿撒勒去了，事事都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牢记在心里。耶稣的身体和智慧一起增长，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。基督徒的生命就必须像是这样子的，身体以及灵性上一起的成长，可以让上帝还有让周边所有的人都欢喜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
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。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牛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伟大彰显权定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灵性的成长能够随着年龄、随着肉体来成长，成为一个蒙福之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